车台湾看世界，继续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，已经至少有2800人死亡。以色列的军队是持续集合到边界。以色列的参谋总长呛讲，已经是开战的时刻了。以色列嘛来公开着一段画面，讲因的特种部队已经为哈马斯的手中抢回一座哨站，嘛甲人质救出来了。 军事基地内拢是正声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人，甲厝内这个哈马斯的战士伫修战。这个部队是以色列海军上内第13突击队，确保敌方无地面了后，因一间一间扫动，要活的哈马斯的战士拢无穿衫裤被压出来。以军伫昨公布这个画面，宣称因经过几啊点这个激战，成功夺回和哈马斯攻占的苏法哨站，救出内底人质，并且掠到几啊名哈马斯的战士。 当时集中伫加沙边界，以军地面部队是愈来愈济，随时准备行动。以色列的参谋总长态度嘛是非常的强硬。אנחנו נלמד, נתחקר, אבל עכשיו זו עת למלחמה. עזה לא תיראה אותו הדבר. אנחנו נגיע למצב בו מי שהנהיג את עזה יוכה קשה, נפרק אותו. 伫加沙方面，来自以色列的炮火拢无停，人的厝到难民营，拢着未少地区只剩断离倒壁。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讲，伫12以色列空袭造成4位巴勒斯坦急救人员无命。以色列表示讲，会继续封锁加沙，一直到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。哈马斯这边是放掉讲，任何侵入拢将会是以色列部队的灾难。面对武装更加精良的以色列的部队，哈马斯的本质到底是来自倒位？有军事布洛克观察网抛出影片，甲以军公布的哈马斯武器相片做比较，讲这个哈马斯敢若是用北韩做的火箭甲步枪，因为最近北韩做的武器伫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引起人的关心，有南韩的专家讲，有可能北韩就这个机会提供武器给因。北韩虽透过官方媒体讲无这个代志，未讲这是美国专工制造的谣言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